EMS 咧係代替咗你個腦，發出信號叫你嚿肌肉去喐動，啱晒啲本身叫唔喐自己肌肉去做運動嘅人，只需要透過調節頻率啦，就可以控制到對應嘅肌肉反應㗎啦。只要頻率唔超過10個 Hz， 意思就係咧，好似而家你隻手咁樣，每秒收放咧唔超過10下，肌肉咧就只係會跳下跳下咁樣戰動嘅啫。頻率唔超過33個 Hz 咧，掌控住力量或者爆發力嘅快機咧係未甦醒嘅喎。但係如果一路加到去60個 Hz 左右咧，啱啱幫你調咗啦。快機咧就會被大量咁樣激活，呢個咧就係我哋通常所講嘅力量模式啦。再去到80至120咧，就幾乎所有嘅機纖咧都會被激活。呢個咧暫時就只有 Real EMS 嘅腰帶同埋濕帶先可以做到呢個 mode 嘅。但係大家千祈唔好誤會，我哋好多客都係咁樣嘅，頻率越高咧就以為係越好，其實並唔係㗎。純粹係睇你個訓練目的嘅啫。譬如你個腹部要 firm 要線條嘅話，你唔使教到80、100㗎，你唔使教到嚿肌肉突晒出嚟咁樣㗎嘛。咁你教30至50個 Hz 已經夠。但係如果你追求嘅係力量，要用大過70嘅 Hz 或者更加大嘅 mode，其實先滿足到你嘅。